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雅各的故事。咱顶回有讲到雅各用一个红豆汤来换出做大囝的祝福而且伊甲伊老母做伙骗这个大囝的祝福。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这个故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你的话语互阮，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阮去重新调整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互阮的心得到安静，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一般世俗的社会讲，咱婚姻有一个危机叫做7年之痒，大家拢捌听过哈。意思讲，婚姻无法度经袂起这时间的考验。其实你照咱现实的社会来看即摆毋是7年之痒即摆无几冬就开始痒因为我前几天有去看一个资料即摆咱台湾的离婚率非常高平均一天有147对的人离婚今日礼拜日休困所以今日应该无人去办离婚但是咱知影周间的时阵真侪人而且根据调查离婚率上界悬的迄个时间就是结婚差不多5冬所以这实在是咱台湾社会一个问题研究原因就是讲现代男女对这个真的爱的误解。所以咱今日要看这个雅各这圣经真特别的一个人，伊的爱情故事来分享啥会是真的疼。咱对这看了，看到人的疼了，咱来看上帝的疼。今仔日的经文实在是真趣味的一个故事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因咧传讲因祖先的一段真水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讲，就讲咱知影，当雅各骗了大囝的祝福了，所以伊大兄真生气以扫真生气，所以不得不离开伊的故乡，去投靠伊阿舅拉班，就伫拉班的牧场内底工作。一段时间了，拉班就对雅各讲虽然你是我的至亲，但是嘛无应该白白替我工作。所以，我讲，你爱偌济工钱。咱看到雅各伊真特别伊应该是爱美人无爱江山的人。所以看到拉班有两个查某囝，特别是细汉迄个今仔咱的翻译叫做瑞杰啦咱旧的翻译叫做拉杰看拉杰真水真吸引伊，所以伊就甲拉班讲条件。伊讲，如果你若允准我甲拉杰结婚，安尼我就替你工作7冬。这个拉班嘛是真有诚意，看雅各袂歹，就讲我真愿意将伊嫁你，互你比互任何人拢较好。所以你甲我做伙大所以雅各就为着要带这个拉杰，为伊做7冬的工，时间到雅各就对伊讲时限已经到请容允我甲你的查某囝结婚吧。结果拉班就准备这个婚宴，请真侪人来参加。但是到迄天暗时伊却将迄个大姐利亚嫁予雅各。这雅各嘛真糊涂，连娶啥物人嘛毋知。第二天起来较知影讲我较去娶毋着人应该娶小妹去娶着大姐。就找伊丈人理论讲你为什么安尼款待我？我是为着拉杰来替你做工，你安尼欺骗我。拉班就来讲拉班就来解说这伊阿舅那真干巧啦伊讲照阮这方向大汉查某囝还未嫁进前，细汉查某囝也袂当嫁所以如果你若愿意，佮替我工作7冬等这个这婚礼办了，1礼拜过了，我就将你所爱这个拉杰叫你做某
所以雅各就安尼吼，有若是糊里糊涂拄带两个某，其实是带4个某吼，咱来继续看，咱就理解。雅各这段故事吼，互咱对这个听有一个真重要的明白，互咱一寡提醒吼，所以咱来认真来看这个故事吼。伫这段故事，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吼，伊讲雅各爱拉结，就讲我愿意为着你的细汉查某囝服侍你7冬。雅各就为拉结服侍7冬，因为伊真深爱拉结，就看这7冬哦，那亲像几工那尔。对这段经文吼，咱去看到真爱的力量甲特质。第一项，咱看见到吼，真爱会带来改变。咱来理解吼，伫圣经中间吼，上界干巧的吼，你若讲雅各一定排头前的啦。伊真好欺骗嘛，咱看到伊用欺骗的手段，用红豆汤骗大囝的名分，佮甲老母联手骗老爸祝福。其实咱若继续看吼，伊靠伊阿姑处理吼，佮用伊家己的聪明智慧吼，其实用无公平的手段来得到家己的产业，所以伊一世人拢咧欺骗。但是咧读这段经文中间，咱发觉讲，欺骗的嘛叫用骗去呢，吼。但是咱咧读这段经文，咱要注意的讲，遮尔聪明、遮尔干巧的雅各，为什么为着要带这个拉结？你看伊甲拉班吼，拢根本都无咧讨价还价啦，吼，无咧划价，吼。咱要注意哦，伊开喙约定的是伊哦，伊马上一开喙就讲7冬哦。所以咱在座所有兄弟吼。咱摸咱的心，问看嘛，你若是雅各吼，你会安怎讲？我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吼，我为结婚之前就看这段经文吼。我咧想讲吼，我若要去求婚的时阵吼，一定爱较有诚意的吼。所以吼，我求婚的故事是安尼啊吼，因为我新人医毕业了，其实新人医的过程中，我就甲阮无顺利咧交往。新人医毕业了，新人医毕业了，拢所有的新学生拢爱组织做一个训练，然后爱抽考，看要分派去倒位。我迄个时阵来到桃园这个所在吼，伫桃园，阮抽考决定讲，我迄个时阵是志愿要去大专，到尾确定了，迄一暝我就拍电话甲阮无顺利求婚啦，我想讲吼。爱较有诚意的吼，当然伊讲拍电话做无诚意但是都已经代志已经发生啊吼。我想讲较有诚意，伊若老讲吼，我一定袂输雅各，我讲我一定来服侍7冬吼。叫无想到我来求婚，伊就马上答应。但是咱咧想这件代志的时阵，咱讲雅各遐尼干巧、遐尼聪明的人，伊竟然连化价都无化价。那普通人嘛讲。7个月1冬，若老板无同意，加一寡时间嘛。但是咱发现讲，伫即个生命的重要时刻吼，遮尔干巧的人，竟然为着听来改变。而且咱看，当伊面对伊阿舅老板的计策，伊也是为着听拉结，搁再服侍伊7冬。所以这真诶听吼，人的迄个性格竟然会当改变。去拄起人迄个人生中间的污点自私，互人改变，这是真诶听的一个特质啊。第二项咱来看，真诶听吼是超越钱财对无？咱看见着雅各答应爱服侍拉班7冬，结果伊去用欺骗了，一般人会变面嘛，但是伊无，伊佫答应爱服侍7冬，总共14冬。伫这14冬中间，咱来算看卖，伊可能会损失真侪金钱、财米，也是家己前途发展的机会。但是伊伊甘愿，伊看真爱的价值超越过遮的。所以雅各为着追求伊生命中间迄个真的听，伊甘愿将金钱、财米、名声、发展拢放伫后壁面。这就是真的听的特质啦。咱若看即个雅各书，雅各第8章第7节后边段安尼讲，
讲假使有人想要用财富、金钱换出爱情，伊的确互人藐视啊。这表示讲啊，讲钱财无法度超越过爱情，真的疼是超越过钱财。这对咱今仔的人来讲哦，这是真特别的提醒。因为今仔的人讲爱情甲面包，啥物人较重要？常常有人做无共款的款式甲选择，所以牧师要甲大家提醒，这段经文其实是咱对咱讲，毋通将疼起做伫钱财的基础顶面，因为钱财是会当算，偌济就是偌济嘛，疼是袂当算的。疼是性命，有疼咱的性命才有价值。真的疼是非常宝贵的，无法度用价钱来比拼的。当然，牧师毋是讲大家拢莫考虑现实的情形，牧师是要提醒大家，毋通将钱财放伫疼的头前，因为这是对疼的一种侮辱。因为疼，咱着无所赚来的金钱，会带予咱生命真大的祝福甲快乐。但是如果若无疼，搁较济的钱嘛无法度互人快乐。所以这是圣经对咱的提醒，对咱的教示。这是这个世代人爱认真去思考。第三项，咱看见着真的疼是充满忍耐啊。雅各爱这个拉结，所以其实咱看服侍是真困难的，对无？但是伊是享受伫服侍的7档。咱看圣经真趣味，伊写安尼讲，伊看这7档哪亲像几工尔，看7档哪亲像几工尔。咱知影有一句话讲，快乐的日子容易过，对无？但是伊真快乐，真享受，因为伊付出这努力，会通得到迄个真的疼，所以伊甘愿乐意来服侍拉班。当然，服侍人绝对毋是轻松的代志，但是伊享受伫这中间，因为伊真心疼人家。我捌有一遍去原住民的部落去访问，有原住民的朋友就介绍讲因的风俗，因的风俗就讲一个查某囡仔吼，若去爱着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吼，若咧追求伊的过程中间，要讲亲情进前吼，这查某囡仔吼爱去这女方的厝吼工作1工啊。所以普通若有这个机会吼，迄查某囡仔拢去甲透早就去吼，开始拍拼工作，一直做，做到日头落山吼。这众人看讲，这个人袂歹哦吼，真温文拍拼吼。所以吼，迄原住民朋友老讲吼，因只要忍耐1工啊，吼，拍拼做安尼表现较好诶，都有可能。雅各做14档，而且看做是几工尔。这是真爱，迄个充满忍耐的快乐。咱最后来看这雅各的疼吼，是愿意牺牲啊。其实咱真正来看，雅各实在是对因拉结是非常疼，疼甲愿意牺牲。咱今日看今日真侪人的爱错误的态度是安怎？是讲掠家己做要紧，掠家己的利益做要紧。但是圣经同咱讲，疼是安怎？疼是无求家己的利益嘛。意思讲，真实的疼是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欠缺，然后咱补满伊，这才是真正的疼。这是圣经中间教示的疼。如果咱若将这款的疼摕来咱的服侍的生活咱会变做无共款。如果咱若真爱上帝，真爱教会，咱伫教会中间服侍，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艰难困苦，服侍上帝，7档那亲像几工尔。因为真爱互咱有忍耐，而且愿意牺牲的力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雅各所展现出来的疼。但是咱拢知影，人的疼其实是无完全的，只有上帝的疼才是真的疼，这种真的疼才是上大的疼。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对咱安尼讲，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赐了伊的独生子，为着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
这段经文吼，咱大家拢真熟，但是牧师特别要提醒，特别是咱要进入这大降节期的进程，请大家一定要详细思考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是来讲，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世间是为着什么货？是为着上帝疼世间人。上帝因为疼世间人，唔甘愿人伫罪恶的捆绑中间失去自由，坠落到灭亡，所以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互咱会当伫伊的内底体验着什么是真实的疼、救赎的疼。所以圣经同讲，这就是疼，毋是咱疼上帝，是上帝疼咱，找了伊的囝，为着咱牺牲，赎了咱的罪。最近咧带查经班的时阵，咱读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意思是上帝是拯救。就是咧表明讲，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拯救咱正人对罪恶中间得到逃亡，来得到拯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将你的心打开，互耶稣的疼进入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咪能去体验到上帝迄种无私牺牲的疼。那安尼，咱开始学习安怎用即款的疼互相相疼。这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学生拢应该爱学习的。耶稣是为着疼来到这世间，因为即款的疼会当带来两种真大的效果。第一项，即款的疼是超越死亡。咱知影这世间有真侪无共款的关系，但是咱来理解，这世间无任何一种力量会当限制，会当打败上帝的疼。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要互所有信靠伊的人无得到灭亡。意思讲，连死亡嘛无法度打败真疼。耶稣是对死人中更活的，所以伊的更活，互咱诚侪有愿望的人，伊向咱证明讲，伊已经超越过死亡的限制。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保罗先生安尼讲：，恁甲基督结连，也得到丰盛的生命，伊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甲掌权者。这表示耶稣超越过世间一切权势，包含死亡的力量。然后真的疼可以当为咱带来永远活。拄则经文咱讲，要互所有信靠伊的无得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真的爱会带来永远的活命，这是耶稣上帝赏赐耶稣基督的目的。咱爱将永远的活命，这款的愿望放伫咱的心中。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甲大家分享疼的本质。其实牧师过去2017年，我都讲过一档的爱的真谛。咱来理解，教会是一个宣扬真疼的团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疼是遐尼大，力量遐尼强，会通镇压这世间一切痛苦挑战，甚至上界残酷的邪恶力量。今仔教会受呼召，爱产生的功能，就是爱去宣扬这个奇妙的疼，甚至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牺牲疼的精神。最近咱看见到勇敢的精神，其实互咱感觉真烦恼。前几天的报道中间，咱看见到警察入去校园内底抓人，甚至入去教会内底抓人。这是人实在互人感觉忍无可忍。到底是什么款的政权会当骄傲，会当残酷，会当压迫到这个程度？咱来理解，教会是道城，是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的避难所。无论这人是安怎，这人有犯罪，教会拢爱保护因，互因会当公正面对审判。我前几礼拜去美国，有一个伫美国的台湾人牧师，同我讲，伊讲有诶美国的警察看起来真强悍，但是美国的警察真尊重教会。伊若要入来教会内底做啥物款的调查，一定爱经过牧师的允准，才会当入来。咱嘛捌听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发生伫荷兰，一个别特利教会。
这别地教会伊是其实是无真大间的一间教会。有一天，因的教会来一个家庭，就是这5个人，爸爸妈妈甲3个囡仔。伊的爸爸，因这家伙仔是对亚美尼亚的人，因爸爸伫亚美尼亚从事政治活动，所以全家接到真大的这死亡的威胁，所以因就对因国家逃走来到荷兰的这个所在，希望得到保护。但是因是难民，所以无身份，照法律爱来驱逐出境。因走到这个教会寻求保护。这间教会是伫海牙的别特利教会，因为荷兰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讲，那这个教会咧举行礼拜的过程中间，警察袂当入来教会内底抓人。当礼拜结束，警察会当抓人。礼拜咧进行的过程中间，袂当入来抓人。所以因这个教会就做一个决定，因这个教会为了保护这家人。因无要停止礼拜，所以因这个呼吁引起来自荷兰甲其他国家的各地550名的牧师，因轮流伫礼拜堂中间无停止一直礼拜，对日出到日落，对日落到天光，一直咧礼拜，一直咧礼拜，因遮组织。总共礼拜2327点钟，就是90几天的时间，一直到荷兰政府决定政治保护因，这个礼拜才结束。我看到这见证，我其实是真感动。这是教会表现真疼的精神，也因为这个。教会的礼拜，这个教会的这个推动这个行动，或者教会搁重新搁再活起来。咱知影有真侪这西方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共要花去，但是因为因这个保护行动，互因这教会搁重新得到百姓的认同。这是因礼拜的情形。我前一站看到一句话。我心中真感动，这句话是，毋是甘地，甘地毋是基督徒，伊毋是虽然毋是基督徒，但是咱知影伊足爱读马太福音书第5章到第7章3项部分耶稣基督的教训。伊读这伊就知影听的力量是无敌的。伊讲这句话，伊讲当我绝望的时，我会想起，伫历史上只有真理甲听会当得胜。伫历史上有真侪暴君甲凶手，伫短期内检查会当所向无敌，但到落尾的确会失败。好好来想，永远拢是安尼。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大家为着台湾祈祷，为着香港祈祷，毋通失望，因为真爱无敌，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耶稣基督互阮，互阮明白忏悔是真的牺牲的疼。此后，阮伫遮反悔对你讲，阮的疼无够，求你帮助阮。主，阮恳求你，搁一遍互阮去反省阮所做，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悔改，真实。愿意彼此相听，也听所有受苦的人类同胞，求主帮助阮。阮有智慧思考，伫这个时刻，阮应该安怎做，才会当回应你听的问题。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